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1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0篇第1节到11节，列王纪上卷19章19节到21节，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回应呼召。上帝呼召人来跟随他，但是呢，重点在于人如何的回应上帝。有些人呢根本不在乎，就如同以扫，他就看清长子的名分一样。有些人呢就会找借口，他说：“哎呦，等我回去埋葬父母之后再来跟随你。”有些人是立即的起来跟随了主。列王纪上卷19章19节到21节记载了以利沙回应呼召的一个精彩情形算是非常特别的。虽然他一样是说等我回去向父母辞别，但是他并不是在找借口，而是要去处理他的产业跟善后。圣经的经文这样记载以利亚离开那里找到沙法的儿子以利沙。以利沙正赶着一对牛在耕田，还有11对的牛在他前面，他赶的是最后的一对。以利亚脱下外套披在以利沙身上，于是以利沙离开他的牛去追以利亚，说：“等我向父母亲吻别了，然后就跟你走。”以利亚说：“好吧，你回去，我不阻止你。”以利沙就回去把他的一对牛宰了，用鹅当柴烧煮的肉，他把肉分给了大家吃。他们都吃了，然后以利沙去跟从以利亚来做他的助手。牲畜呢，特别是牛，对当时候的人来说，它不单只是一个生财的工具，更是财产的一个象征。我们看到以利沙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是将牛杀掉，用牛的轭来煮牛肉，将肉分给大家。可以说他是放下一切，或者就是说他将所有的都奉献了，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放下一切来跟随主，不但是以利沙的决志跟回应，也是耶稣基督在呼召第一批门徒的时候他们的回应。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记载了耶稣基督有一次到了格尼撒勒湖边，许多人呢拥挤着要来听他传讲上帝的话语。耶稣基督呢就上了岸边的一艘船，然后就因此来呼召了船主彼得他们4个人。这一段呼召以及回应呼召的记载，就成为我们非常熟悉、非常著名的得人如鱼这样的一个记载。耶稣基督告诉彼得，将来你要得人如同那一天他捕鱼的一个情况。有一次，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人群涌上来要听他宣讲上帝的话。他看见2条船停在湖边，打鱼的人离开船，正在岸边洗网。耶稣上了西门的那一条船，吩咐西门把船稍微划开。耶稣坐下来，从船上教导群众。讲完后，他对西门说：“把船划到水深的地方去，然后你跟你的伙伴撒网打鱼。”西门说：“老师啊，我们整夜辛劳，什么都没打着。但是你既然这么说了，我就撒网吧。”于是他们撒网，捕到了一大群的鱼，渔网差一点就破了。他们打手势呼召另外一条船的伙伴过来帮忙，
他们来把鱼装满了2条船，船几乎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这样的情形，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请你离开我吧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他和其他伙伴对打到了这一大网鱼都很惊讶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也同样的惊讶。耶稣对西门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他们把船靠岸，就撇下一切，跟从了耶稣。诗篇40篇第1节到11节，我耐心等候上主，他就垂听我的呼求。他把我从泥沼和深坑中拉上来，把我安置在磐石上，使我步履稳妥。他教我唱新歌，唱颂赞上帝的歌。许多看见的人都肃然起敬，愿意信靠上主。一心信靠上主的人多么幸福啊！他不倾向偶像，也不以附拜假神的人。上主我的上帝啊，你为我们成就了许多大事，有谁能够跟你相比呢？你为我们设想的奇妙计划，要述说也述说不尽。你不要生祭和供物，不要烧化祭和赎罪祭，你却赐给我聆听的耳朵。所以我回答说：我在这里，你对我的指示都记在法律书上。我的上帝啊，我多么乐意遵行你的旨意，我把你的教训谨记在心里。上帝啊，在你的子民的聚会中，我宣扬你拯救的佳音。你知道我要不断的传扬，我不曾把你拯救的信息据为己有，却常常宣讲你信实和帮助。在你的子民的盛大聚会中，我没有隐藏你的慈爱和信实。上主啊，我知道你永不收回你对我的慈爱，你的信实和不变的爱始终支持着我。恳求主帮助我们走主的道路，听主的呼召，能够诚心的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放下一切来跟随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